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。汇丰暖阳心理诊所，何旭。你们有完没完？是陆光叫你来的吧？我都说了，我不需要什么心理治疗，不需要你，你快走。什么陆光？我不认识。别跟我演了。我说了，我不需要，就是不需要，你走。你脑子里有不应该属于你的记忆。